文化新眼界来看，民间有电影的公司打算要伫今年底到2028年期间，陆续推出台湾文艺3部曲的电影，分别以黄土水、陈定波甲洪闹三个有代表性的台湾艺术家做主角，希望会当拍出互台湾人真骄傲的台湾故事。台湾国片的成绩一年比一年较好，嘛愈来愈受到民众关注。民间也有电影公司推出台湾100计划，来开发台湾100年来有台湾的意识甲价值的重要故事，然后透过影视作品来传达台湾的精神。打算要伫今年年底到2028年陆续推出台湾文艺3部曲，跟历史有关，跟我们的英雄人物有关，跟我们的重要的关键发展有关，跟台湾精神有关的这样的电影，都能够一部接一部的推出。这3部台湾的文艺电影，分别以黄土水、陈定波和洪闹3个真有代表性的台湾艺术家做主角。其中观众上紧就会当看到，是日本时期作家洪闹的故事《天光前的恋爱》。打算伫今年第4季完成。3部曲的导演甲制片表示，会来拍这3出电影，是因为因拍拼佮热情的精神，真值得咱传承。从100多年前、30-40年前一直到现在，这个艺术家的故事好像可以承载跟透过理解这个艺术家的生平跟他的艺术创作，可以更靠近台湾的某种精神。不管时代的演进，用100年来计但人们台湾人们年轻人的那种热血是不变的，这个东西是不变的，是可以传承的，也是必须被传承的。所以这个影片当然有这个电影这个故事，当然要有被说出来的必要。电影公司表示，这3部电影的制作会尽量把过去迄个年代的状态呈现给观众，所以声音和字幕的部分会有台语、华语和日语等等，希望拍出互台湾人值得骄傲的正港台湾故事。记者陈心彤、王志光台北报道。